嗨，大家好，我是躺皮叔，今天是2026年1月9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這個胡適啊，果然創了記錄了啊，有史以來第一次啊16連陽。這個滬指啊，這個盤中震盪啊，從這個走勢看，當天完成洗盤，上午是震盪，下午居然啊一路這個飆升啊。截至收盤，上證指數上漲0.92%，連續拉出16根陽線，創造了啊1993年市場規範化以來的連陽記錄。如果下周再拉一根陽線，就破紀錄了啊！深圳成指上漲1.15%，創業板指數漲了0.77%，兩市成交金額啊再次突破3萬億，也就是量價配合啊。而且今天啊也是涨多跌少啊，3920家上漲，1349家下跌。这个指数啊牛市，那確實讓你不得不服啊，指數牛市。但是啊，散戶要賺錢還是很難，畢竟啊還有1000多家都是在下跌的。如果散戶不敢追那些人氣票啊，你基本上就是在這看着這個牛市擦肩而過，躲牛市啊。但是你要去追那些人氣票，你要害怕，擔心自己接盤，對吧？什麼商業航天，什麼算力、人工智能，那些股票已經漲上天了啊，就像妖股一樣，散戶不去接，它還要漲。截止到昨天啊，這個 A 股市場兩融餘額達到了2.64萬億，也就是啊兩融也破了紀錄，突破2.6萬億大關，創出歷史新高，單日增長約248億元。自2025年12月至22日以來，短短11個交易日，兩融餘額累計增長超過1000億元。這個彭博社近日發文稱，中國股市成交量達到4個月最高點，達到2.8萬億，就是前兩天啊，創2025年9月以來紀錄，暗示牛市年初反彈仍有空間。滬深300指數收入4年高位，券商等相關股票漲幅明顯，近70%股票在年內前2個交易日上漲，顯示出市場活躍和上漲動力。這個是彭博社報道啊。該報道還提到，展望2026年底，摩根士丹利中國指數預計將從2025年收盤水平上漲20%，達到100，而滬深300指數則將達到5200點，漲幅為12%。高盛等多家機構表示，預計2026年股市收益率幾乎完全由盈利驅動，盈利增長得益於人工智能走向全球化以及反壟斷政策。此外，分析師還預計年內中國內地投資者南向資金對港股的淨買入將達到2000億美元，再創紀錄。同時，外國投資者可能減少對中國股市的空倉，可能推動1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目前看啊，這個還是場內資金啊自己在加倉，兩融餘額累計增長1000億啊，這個是典型的啊，叫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如火如荼啊。現在就是要號召這個場外的散戶趕緊把這個銀行存折裡錢拿出來去炒股。這個外資集體唱多中國股市，資金與信心雙輪驅動，重點關注科技創新與 AI 產業。這個咱就不說了啊，反正啊到目前為止都是在唱多啊。我們看看這個任賢平老師怎麼說的啊。這個新浪證券報道啊，說任澤平說啊，牛市繼續。任澤平認為信心牛的邏輯仍在，牛市繼續，在政策放鬆、科技革命、流動性充裕的3大力量驅動下， A 股有可能會走出慢牛長牛行情。2025年底到2026年初，3大利好開啟跨年行情。任澤平認為啊，這一輪牛市啊有3大基本驅動力，第一個叫政策放鬆，新一輪科技革命，流動性充裕，屬於政策牛加科技牛加水牛疊加信心牛。他這個是長篇大論啊，3大驅動啊，這個不過是說辭而已。在我看來啊，那無非就是指數被操控了，銀行股現在有這些保險股，對吧？接下來恐怕就是那中字頭的操控指數，剩下的對吧？叫這些銀行股搭台啊，或者叫國家隊搭台，游資唱戲，先讓它炒起來。這個就是沙灘上建高樓，什麼盈利不盈利的不重要。你看看說的叫水牛，水牛什麼意思啊？政策牛，政策牛什麼意思啊？你這個是資本市場是市場啊，你政策牛什麼意思啊？那就是計劃呀。科技牛，你說哪個所謂的科技公司在賺錢？所以任澤平啊編造了3個什麼政策牛、科技牛、水牛疊加，不過是個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啊。實際上歸根到底，本質上是指數被操控了，現在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一定要把這個散戶啊把它吸引出來，對吧？把他們的錢從銀行裡搞出來接盤，否則的
的話，保不齊又要硬着陸啊，拉這麼高，需要人來接盤呢。中國銀行保險報報道啊，說證監會查辦財務造假，罰沒81億元，對91家已退市公司立案調查。2024年以來，證監會累計查辦財務造假案件159起，作出行政處罰111起，罰沒金額81億元。會同相關部門堅持懲首惡和打幫兇並重，對43起案件大股東和實控人嚴肅追究責任，對配合造假的第三方堅決以行政違法共犯方式嚴懲。也就是兩年來啊，一共罰了81億，一年罰40億，查了160家企業，2年就是每年查80家。這個咱們以前介紹過啊，這個查多少家，說明監管的這個決心，要嚴監管，要斩牙帶刺。但是我們不禁要問一問，為什麼查了2年，現在還有財務造假的，对吧？是真的不能杜絕呢，還是一邊在放一邊在查？那這是玩遊戲是嗎？從2024年開始嚴監管，那麼現在已經2026年了，那就是嚴監管2年，如果還有財務造假的，你要應該想着怎麼向股民解釋，而不是說查的越多越光榮。我有信心啊，2026年這個財務造假的會越查越多啊。隨着這個滬市啊拉出這個16連陽啊，隨着這個滬市現在指數牛市，那麼網上這些招搖撞騙的，那就叫死灰復燃啊，也不能叫死灰復燃，那就是叫蓬勃發展。上当受騙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儘管這些騙子啊招數啊非常拙劣，媒體啊電視天天曝光，但是依然還有大量的人閉着眼上當。這個青島這個山東淄博警方啊就查獲了這麼一起案件，大家看視頻啊。那他的群里怎么那么多人都去了呢？那都是个骗子，就你一个人。啊，有份工作就行了。对于一个群。对于一个那种查不成的，还有自己的一个，这是假装的一些。你现在我们都这事了，你都拿钱上这儿来了，你觉得你还不去这种？就是上回然后赚了钱，然后接着来了，接着做1000多。说这个装修，然后你为啥说装修啊？要不然他不给去这么多，或者说期限收益更高一点，然后你股票亏了，他还给你补赔，还没有什么亏。他推荐了你股赔，那你推荐的也还不错。他们是专门找的那种有这个股票支持的，他啥也不懂，他怎么骗你啊？他首先得自己懂啊，这才会骗你啊。就是推荐的那种啊，对呀，肯定是刚开始都挺这样。有的不能让你天天不一样，你不能看300个人啊，那300个人只有这300个手机啊。反正就是用这点小钱调更300个。对呀，是吧？就现在就是看来这个也对。就这种事情啊，就咱们的节目都说过无数回了，不要说这个各个地方什麼電視台啊、媒體，還有其他的自媒體，為什麼就有這麼多人就這麼輕易相信呢？就這麼容易上當呢？你看啊，揣着40萬呢現金啊去見什麼炒股大師，這個炒股大師還承諾他啊包賺，賠了算我的，我給你補上，依然還有那麼多人相信。這個警方啊也是不容易啊，有時候我在想，真的是警方以後不應該受理這樣的案子，對吧？這個騙了就騙了吧，這個現在警方這個警力有限，對吧？他還有好多事要幹，那些偷的、搶的、社會治安等等，還有刑事犯罪，都需要這個警察去處理。所以我倒是覺得，有時候像這種騙局啊，就算了，你就浪費那個警力幹什麼呢？你被偷被搶，那是沒，對吧？你這必須管，浪費納稅人的錢吶，對吧？然後浪費公共資源去保護這些所謂的大寶貝，值當嗎？與其說是騙局，還不如說是這些人啊，這些所謂的受害人，對吧？他太貪，不光是貪啊，我現在懷疑他們那些錢呢，就是以他們的智商啊，他不應該有這麼多錢，就是我是懷疑啊，你就這個智商，他不應該有40萬呢？你看咱們對吧？這天天這個操心各種賺錢，想賺40萬很難吶。哎，他們這些人很輕易的就有40萬、100萬、200萬，然後很輕信別人對吧？把40萬就交給別人，所以我懷疑他們這個錢來路也不正，不是憑能力賺的，是憑這個叫運氣，對吧？或者就是過去啊日子好的時候，
經濟叫蓬勃發展的時候，他是跟着人家後面偶然的機會，不知道怎麼撈了一把，然後叫路徑依賴。你知道什麼叫路徑依賴嗎？就因為他過去成功過，就這麼掙的錢，跟着某一個大師後面，這一回他深信不疑，對吧？這個是有親身例子啊，這個不是開玩笑，這個叫路徑依賴。這個路徑依賴會害死人呢。我有一個哥們兒炒股，就是啊，他不是炒股啊，他以前根本不炒股，就是我炒股的時候，他都是看，他对股票一點興趣都沒有。我掙3倍的時候啊，滿倉賺了3倍，他也只是啊象徵性的投了10幾萬，跟着我瞎玩玩。然後呢，所以說那個後來530半夜雞叫對他也沒什麼打擊，因為他投的很少，他就純粹看別人炒，天天对吧？这個開口閉口都是胡適，都是漲停，眉飛色舞的，所以說他也要參與一下，就是這麼個人，他對這個股票不感興趣。結果後來啊，我已經不炒股了啊，他不知道為什麼又炒起來了。他也不是炒股，他是應該是他們有個類似於同學會啊，一個小圈子，那個圈子裡面他們不就有什麼經費嘛啊，比如說這個平時組織打高爾夫啊，或者是對吧，去那個什麼俱樂部啊，反正就是他們有這個叫經費，經費還不少，據說啊有100多萬小200萬，他就掌管那個經費。然後他们那個小圈子裡面有一個人呢，就是做私募的，正好在炒股，那就說服他說你對吧，因為他們都是個小圈子啊，說你把這經費放着躺在這睡覺，不如拿去理財升值。他說也對啊，怎麼升值呢？那就買股票，正好這個私募基金在做莊操盤一隻股票做莊啊，然後他呢就把這個經費裡面100萬拿去投資了，去買了他指定的那個股票，結果果然啊，據說是賺了1倍吧。人家做莊的這個撤之前告訴他了，對吧？說你趕緊賣，這個錢賺得太容易太輕鬆啊。第一次合作非常愉快啊，然後結果第2次又是這哥們做莊，不知道瞄上哪隻股票啊，據說搞了2個億私募，準備操盤一隻股票，那股票名字我都忘了啊。這一回我那同學啊，他叫路徑依賴嘛，就是因為第一回賺了100萬太輕鬆了，翻倍啊，所以這回他準備自己上，自己把自己的錢投進去，前後投了將近200萬，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而且說投進去感覺還不錯。結果天有不測風雲，這個做莊的這哥們兒就是私募基金的這個頭啊，突然得了個怪病，在醫院裡面 ICU 病房住了大概10幾天吧，反正最後怎麼搶救也沒好，死了。這就叫天有不測風雲呢，就是你不知道打擊從哪兒來。如果說這個人不死的話，對吧？那他跟着後面炒這股票，他不會賠錢，就是賺多賺少的問題。結果這個所有的做莊計劃就戛然而止啊。我這哥們兒賺錢的時候賺的是大家的經費賺了錢，賠錢的時候實實在在賠了自己的錢。後來他就深套啊，再到後來我就沒問他了有沒有解套，反正最多的時候據說賠了50%多啊，賠了100多萬，這就叫路徑依賴啊。最關鍵的是啊，他那個錢呢，資金流向還很複雜，有的錢是流入那個私募去了，流到私募的那錢後來因為人都已經死了，這個都扯不清楚，對吧？那人也是朋友，對吧？突然就意外死亡，留下孤兒寡母的，就我那哥們面子也薄，也不好意思跟人逼債要這錢，你要這個錢人家也投在股市也賠了，人家也還不起。所以說啊，這只能自認倒霉啊，這些都是真實故事啊，就是資本市場啊，就這麼血淋淋的。就是你說你怎麼會想到他突然嘎了呢？他就這麼離奇。我們再看看這個胡一進老師啊，這胡一進老師不就喜歡到處打聽消息嗎？這個參加各種各樣的飯局，聽那些私募，聽那些牛散吹，也是深受其害啊。這個胡一進老師最近啊，可以說是為了這個委內瑞拉也是操碎了心，現在又在為伊朗操心，對吧？正在指示這個前同事啊，《環球時報》的那些前同事，準備寫一篇叫哈梅內伊為什麼不慌，然後再寫一篇，對吧？伊朗不是委內瑞拉，再寫一篇啊，指責一下這個委內瑞拉現任的這個什麼羅德里格斯是吧？叫山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個副總統不知亡國恨，隔江是吧？隔着大海猶抱特朗普的大腿。不過啊，這個胡一進老師覺得這個還不過癮呢，這回他罵歐洲人慫包，笑話歐洲人。所謂何事呢？不就是特朗普說要拿下這個格陵蘭島嗎？這個胡一進老師啊就開始笑話這個歐洲人了。你看看歐洲真是太慫了。今天啊，胡一進老師發了一篇評論，這個評論還挺長啊，挺有意思。他說啊，歐洲真是太慫了，特朗普撕破臉皮了，準備借突襲委內瑞拉的地緣政治勢頭，一鼓作氣拿下格陵蘭島。特朗普還開了給格陵蘭人每人1萬到10萬美元，算下來總額6億至60億美元的笑話級收購價。歐洲如果有
鼓氣，英法德意加上丹麥組織聯軍派到格陵蘭島上去，宣布格陵蘭島的主權，任何國家不得僭越，不就完了？但他們敢嗎？胡锡进老師啊，这個給我感覺啊，他就是心懷鬼胎啊，就是拱火澆油啊，希望這個歐洲跟美國打起來才好，就抱殘禍心啊。胡锡進老師說，《金融時報》周四發了一篇政治評論，描述歐洲對特朗普的對策只能是戰略性懇求，北約國家包括英國將把凱撒宣稱屬於他的東西獻給凱撒，希望他不要索求太多，並且會體諒他們最迫切的請求。胡锡進老師說啊，他再一次說啊，真是丟死人了。這胡锡進老師很有意思啊，就是這個確實值得大家分析啊，關注啊。也就是你看啊，這個澤連斯基在那兒反抗俄羅斯的侵略，哎，胡锡進老師罵他，對吧？不顧烏克蘭人的死活，對吧？執意要跟俄羅斯對抗，對吧？俄羅斯就要你點地嘛，對吧？就是烏東4個州，你給他就完了，土地黄和平多好啊！哎，你這個人是打心眼裡恐怕就是壞。哎，這個特朗普說啊，我要格陵蘭島，這個胡锡進老師就慫恿啊，這恨不得這個歐洲趕緊上去拿槍去跟特朗普幹，有點那麼一點就炸的意思啊。特朗普只是大嘴炮是吧？咱們先別說特朗普現在到底是怎麼樣，至少人家還沒有派部隊，沒有去搞燒殺搶掠，對吧？還沒有去真的佔領，人家只是嘴上对吧放炮。哎，胡锡進老師就建議歐洲人上，歐洲人不上就是慫。那邊对吧？俄羅斯在烏克蘭燒殺搶掠，对吧？不查慘案，天天轟炸，烏克蘭反抗，哎，那烏克蘭你不對，你就應該跪着。為什麼反抗呢？所以說你怎麼想就感覺胡锡進老師是不是就好像俄爹幹什麼就是對的啊？你們跟俄爹作對那就不對，美帝那幹什麼都是錯的，反正你跟美帝作對那就是对的，是吧？多多少少陷入這麼一個簡單的邏輯，對吧？這個胡锡進老師進一步挑撥啊，說美國和歐洲就算是表姐妹，甚至進一步就算是親姐妹，姐姐登門說你們家這個孩子挺可愛，我領走了，以後管我叫媽，管你叫姨，能行嗎？那也是要徹底翻臉的，甚至打破頭的。同樣的道理啊，這個俄羅斯到了烏克蘭說你這烏東4個州是我的，克里米亞是我的，那怎麼烏克蘭為這個打破頭就錯了呢？天天就被這個胡锡進老師為首的正能量天天攻擊呢？特朗普好歹啊說花錢買，他說我一個人啊給你10萬美金，這特朗普這個說的靠譜不靠譜，是不是真實意圖這不重要啊，我說的就是特朗普好歹還沒有去動手的吧，他還是拿嘴說，哎，我花錢買，一個人給你10萬美金，把你地方買過來，這胡锡进老師就挑那麼高，那普京去搶，对吧？直接派部隊把那克里米亞一占，哎，這是天經地義，哎，這叫仁義之師啊，對吧？所以你就很難理解這些人他到底是這個價值觀就這麼混亂了啊！我不說特朗普好啊，特朗普有問題，但是你要兩害相權取其輕，你發現特朗普還好一點，因為他畢竟給錢買，對吧？他沒有制造慘案。在委內瑞拉得手後，特朗普團隊囂張真的是爆棚了。特朗普接受採訪時直接說啊，能夠限制他行使權力的只有他個人的道德準則和意志，無需顧及國際法或條約的規定。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米勒的表態同樣很簡潔，我們是超級大國，我們將以超級大國的方式行事，對吧？這個咱們一直說啊，這個特朗普他這個團隊每天就是滿嘴跑火車，你要當真你就當真吧，你願意信你就信。胡锡进老師再一次啊，這個批評歐洲，說歐洲不僅慫而且蠢，勢利眼。冷戰結束後，面臨因蘇聯解體衰落的俄羅斯，他們跟着美國一起推動北約東擴，不斷擠壓俄羅斯的空間。哦，你看看這個就一下就讓人感覺到，胡锡進老師為什麼這麼恨歐洲呢？原來是按照胡锡進老師的理解，是歐洲幫着美國欺負我們俄爹，所以不僅慫啊，而且蠢，而且勢利眼。你看看，誰讓你幫助这個美帝欺負我俄爹？這回好了，說直到把俄羅斯逼急了，掄起拳頭打回來。這胡锡進老師這個真的精神有點錯亂啊，就是這歐洲他肯定指的是歐盟嘛，對吧？這歐洲按照胡锡進老師的語義，那不應該指烏克蘭，因為烏克蘭是按照胡锡進老師的觀點，烏克蘭是俄羅斯是一家人，對吧？白俄羅斯那樣似的。然後你說歐洲不僅慫而且蠢，勢利眼，幫美國欺負這個俄羅斯，把俄羅斯逼急眼了，俄羅斯一拳掄回來。你按理說你要麼你就打着美國，对吧？要麼你就打着歐洲，比如说打着德國，就是為首的，或者法國或者英國這些帶頭的，對不對？你卻打了一個不是歐洲的烏克蘭。就胡锡進老師就把這個叫這是俄羅斯反抗北約是嗎？反抗歐洲是嗎？對吧？這就好比是加州老師，對吧？跟維維老師兩人打起來了，逼急眼了，對吧？維維老師把加州老師逼急眼了，
加州老師把胡锡進老師打了一頓啊，这個就是啊加州老師啊反抗了這個維歐老師的這個侵略和這個叫欺負，對吧？堅決予以還擊，不知道胡锡進老師能不能受得了啊？就是這個道理啊，維歐老師对吧？欺負加州老師，加州老師把胡锡進老師打一頓，這叫報復。然後這個維歐老師再反報復，是不是？又把胡锡進老師打一頓，這叫反報復。來來回回反正就是打胡锡進老師，說什麼推翻了西方和北約主導的歐洲秩序，結果是歐洲國家都與俄羅斯結了仇，對美國形成冷戰之後前所未有的安全依賴，他們就沒有一丁點意識，歐洲應該在美俄之間注意一點戰略平衡，那樣的平衡會有助於增加他們影響力和在歐洲事務上的話語權。什麼意思呢？就是胡锡進老師認為啊，對待俄羅斯這樣的惡霸是吧？但是胡锡進老師他不這麼認為是惡霸啊，他認為對吧？你歐洲就應該跟俄羅斯對吧？該沆瀣一氣的時候就沆瀣一氣，一起對付美國。文明和野蠻怎麼能合作呢？怎麼能坐到一條船上？這非常難的，对吧？這本來在二戰時候就犯了一個錯誤，現在都在糾正這個錯誤，對吧？現在一切都是二戰的延續啊。反法西斯是取得了勝利，但是在另外一個戰場沒有取得勝利，所以成就了蘇聯這麼一個怪胎，一直到現在。說不好聽的，現在都是在擦屁股啊，擦二戰這個屁股。胡錫進老師說啊，現在好了，在歐洲最脆弱的時候抄了丹麥，也抄了歐盟的後路。格陵蘭島一直在防俄羅斯，甚至牵強附會的把中國也扯進去，結果是美國突然伸手要拿走它，真是太逗，太有戲劇性了，編故事都編不出來。然後胡錫進老師語重心長的說啊，小國們吶，千萬不要在一個大國的慫恿下玩了命的死懟另一個大國，那樣的話他的小命就被保護他的大國徹底攥在了手裡。現在世界又來到亂世，小國真的得機靈點，獅子吃肉，老虎也吃肉，小國需要好自為之，对於小的力量道理是相同的。這個胡錫進老師啊，他就完全沒有什麼正義對吧？文明這個概念，胡錫進老師滿腦子就是弱肉強食啊。特朗普現在所表現出來的啊，有那麼一點傾向，但是遠遠沒到那種叫弱肉強食霸權主義。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畢竟不是特朗普一個人說了算，特朗普的權力也是有限的。這個胡錫進老師啊，他自己也承認。所以下面胡锡進老師說啊，他說老胡個人估計，特朗普如果鐵了心，歐洲的戰略性懇求沒有用，特朗普最後將以某種方式吞併格陵蘭島，能夠阻止他的唯一力量來自美國內部。如果整個美國國會集體反對吞併北約盟國的領土，拒絕接受特朗普的領土擴張野心，美國輿論因此對特朗普群起攻之，那是能把特朗普嚇退的。歐洲懇求有什麼用？越來越會讓特朗普覺得歐洲很慫，格陵蘭島不拿白不拿。這個胡錫進老師自己啊，自己在這意淫呢，他老說美國在懇求特朗普，這個是只不過是美國的媒體對吧？是英國的媒體啊，歐洲媒體人家對吧？這些國家的媒體人家想怎麼批評政府就怎麼批評對吧？他們認為這個歐洲現在所做的一切像是在求特朗普，胡錫進老師就認為歐洲在求特朗普，這個就是叫選擇性敘事啊，沒看見歐洲哪個領導人在求特朗普。歐洲8國已經發表宣言是吧？是歐洲8國吧？已經宣言了對吧？越求越會讓特朗普覺得歐洲很慫，格陵蘭島不拿白不拿。我感覺胡錫進老師有的時候很像這個梅德韦傑夫啊，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特朗普那邊只要說個啥對歐洲不利，歐洲馬上就該跟他幹对吧？煤氣罐就招呼对吧？对吧？没事把核按钮拿出來盤一盤，趕緊現在所有的核彈頭對準美國，就這麼一個態度，差不多啊。反正他們都是蘇聯就是這種體系培養出來的，都是差不多啊，叫神經質啊，屬於精神不正常。胡錫進老師一面說啊，美國对吧？國內的制約特朗普，也就是說啊，特朗普這個想法他還是個構思，他能不能出美國還不一定呢，他的權力是有限的啊。特朗普可以把馬杜羅帶到美國，但是你要把格陵蘭島帶到美國，這還真不一定。但美國國会倒是不通過，特朗普你吃不了兜着走，对吧？你可以把一個人帶來，你說你帶了這麼大一個面積領土，要併入美國，得成51個州是嗎？52個州啊，哪有那麼容易啊？這特朗普在2019年就這麼幹，沒成功。這一次能不能成功呢？美國眾議院民主黨副主席對吧，已經表態了啊，說如果任何軍人從將軍到普通士兵未經國會授權參與對格陵蘭島使用武力，他們就是在執行非法命令。歐洲一面表明自己的態度，歐盟加上英國，人家先表明態度，对吧？你特朗普別開玩笑了，你沒戲。然後特朗普首先面對是他自己國內，對吧？你美國國內你自己能不能搞得定？你國內搞定了，你才能去，對吧？格陵蘭島現在
在美軍早就駐紮在上面，一起對吧？這北約什麼防禦俄羅斯的美軍就在格陵蘭島，這不需要佔領的，它的基地就在那兒。所以這個胡錫進老師很有意思啊。有網友說啊，胡錫進老師這不是在分析國際局勢啊，你這完全是在意淫吶，在颅內高潮，言辭狂躁，邏輯崩壞，事實扭曲，全篇充斥着廉價的民族主義高潮和反美陰謀論。有人就懷疑這個胡錫進老師啊，說你這個到底是真的希望歐洲跟美國打起來，還是說你是想着希望意淫啊歐洲替大國出头反美呢？現在俄爹反美好像勢力不行了，對吧？俄爹这个反美大旗啊舉不動了，有要向這個特朗普投降的意思了，對吧？兩個人狼狽為奸了嘛，勾肩搭背了嘛。那這些加頭粉呢，或者叫基本盤啊，這些正能量現在急需要意淫一個反美大哥出來，光自己一個人反美不行啊，對吧？正好前面一個大哥，這個既然俄爹做不了大哥了，那你歐洲能不能做大哥出來反美，對吧？再替胡錫進啊，替這個加頭老師在前面擋一擋，你歐洲不做這個反美的大哥，那就不行，那我就罵你，你慫。有時候看一看胡錫進老師這些言論，其實挺有意思啊，你就發現他就偏離事實啊，這種黑白不分，攪渾水。最後胡錫進老師啊，居然建議啊某大國出價20萬一個人，20萬美金啊一個人，把格陵蘭島買下來。看這胡錫進老師炒股賺了不少錢呢，20萬美金的小意思啊一個人。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